拜请，元天公李顺风，贵国先师公，父敖童子，父敖童郎，大伯公，小伯囝，空喙菩提加减请，要请西天大圣孙悟空，头壳听到真好地讲，再请李落车、金车、木车、做田人靠花着大水车，出门坐计程车，甲真贵车、小闪车，水肥车拢着水肥车，再着林文车。三轮车再一台彩虹车，车做一个，先下都袂翻车，出手起烧车，地主小弟哥要问，恁太太有啥物名？阮太太阮太太叫做孙杨桃啦。地主小弟某要问孙杨桃，心肠命短，问悬问低，好出后兄太出饭嘞，灶骹摇饼含甲饼细。外大出上地，毋通金龟出大咧，田园出溪底，瓜无乱动，牛无乱成，真正卦理分明。哎呀，金钱卦出卦王，恁太太这艰苦甲爬起来从，恁太太今年是几岁啊？今年拄好28。厝牛好兔鸭，恁太太今年拄想鸭。无啊，先生子啊。12生肖哪有迄什么想鸭？煞毋知，现在是太空生肖，加只鸭变做13生肖。要若安尼，你实在有厉害咧。要阮太太的命好遐歹。你几岁？我拄啊31。31拄想过，过惊谈，鸭惊大，恁两个八字有争差。也是差偌济，差长也是差短。天日为天，坤为地。运气差天甲差地，你今年拄好犯太岁，正你一个听桃花，恁太太就替你受罪，这毋是简单的准嫁。要若安尼，毋就真正口气咯，也无先生子。阮太太到底是会活，也是会死？若要保恁太太无代志，你就爱开淡薄仔所费，赶桃花鬼去他乡外里，恁太太才平安顺遂。阮太太若是会去当平安无代志，甲平安顺遂，红包钱我绝对没有关系。那都爱传什么物件？就爱传五柳鸡沙西米。猪刀棍莲子，红粿红鸭炒大面，烧酒都爱五加皮，猪汤都爱用栗子，食着才会开皮，凶神恶煞才送会开。还过来咧？过来你就跪咧厅头，佛祖的面前发一个愿，恁太太边才会复原。好啦，我跪喺佛祖的面前，我跪好正，拜托佛祖你就来烧烫听，跪甲一身阿不倒，要甲佛祖你祈祷。手举咧青香有三支，要求来不拉错，到下无地可阮的太太无代志啊！我才来下愿，我的大喜啊！下愿的半大喜啊！看要安怎祈祷，毋着讲话好。安尼佛祖啊，佛祖，世间人破病是真艰苦，你着来斗保守，你着救人甲救苦，互别人艰苦，互阮太太才会袂弄面成果，食苦果嘛是苦，食黄年才搁较苦。红奖，哪巴拉乃至五柳鸡沙西米，猪刀棍莲子，红粿红鸭炒大面，要烧酒五加皮，猪汤棍栗子。食了心凉鼻吐开，要请田园好你阿仙，跋筊仙、烧酒仙，到大前毋通急天天，是你拄好24点钟，要请大面神坐高座，小面神伫咧唱山歌，摇菜包甲馒头，爱食免惊无，大家众神坐好，小弟母要发愿甲佛祖做参考。佛祖，我要发愿互你听，你若保庇阮太太平安无代志，我才买一台迄个电视机，通互佛祖甲众神去看戏，也通听流行歌解心意。发这个愿我真稀奇，答谢佛祖送电视，佛祖你若欢喜饮我3杯，无代志。无杯啦，无杯安尼要刷落去我嘛会做一领迄个洋装，通互佛祖穿。
带妈祖来去日本，带众神来去世界观光旅行。发这个愿阁不只有公营，茶水小厨某要求佛祖来救老婆，望佛祖甲八仙，过人骹无水拢是仙。若要嫁海甲阮太太吼，嫁到淡水河，互伊去三重埔，快乐有艰苦无？阿弥陀佛。双阳道，恁头家救佛祖，甲你渡过淡水河，你有较快活也是无？哎喂啊，我会死啦！哪会遮奇怪？阿桃的啊，我一个好太太，你是无较快活心？哎呀，无啦！哎喂啊，你是犯什么冤啊？我电脑听到外国汽车，阮细胞袂活啦！哎喂，我唔甘安尼我知，拍算你的冤法无够重，恁太太这袂完全，最好你就踮咧佛祖面前立誓。啊是要入什么誓啊？也算济啊！立誓一个真心查某无开，唔敢对查某乱来，专心顾太太，这就一个标准的翁婿。啥个啊？叫我为太太规世人查某无开，规矩做一个标准的翁婿，入这款誓，我免哪算会来？哎喂啊！哎呦，我的心真痛，我会死哦！小弟母啊，你就照安尼落去做，立誓兼发愿，恁太太才会有望。好啦，到这来啊吼，搞细探前尾步，爱某唔惊艰苦，决心要来去救佛祖。佛祖啊，佛祖，地主小厨某，阮某双羊头，心肝一个唔拄好，我要来救老婆，踮你的面前讲话，你就甲我听会好，毋是要唱山歌。呀，你要甲佛祖讲什么话？我要求佛祖，你若是保庇阮太太变哪好，我就唔愿意搁去外国，要来做一个标准的丈夫，通好来互人学咯。是啦，佛祖，你若保庇，就阮头家娘平安无代志。天清清，地灵灵。十恶四色由你境，看要马祖经、观音亭、艋舺广古经，众神通做证。西瓜挖大瓶，地主小弟母发愿点佛祖你面前，你若欢喜就保庇，互弟母嫂啊平安无代志。是啦，顺续来去问佛祖，问东去，保庇阮头家娘好有钱，伊袂流鼻，毋较请你来去看电影，互你免开钱。哎哟，实在有影佛祖有保庇哦，我规身躯条轻松无代志。杜母的啊，你对我有情，我对你有义。对啦，实在佛祖有灵感，要若无佛祖来甲咱斗帮忙，我杜某就凄惨，下面我就为太太来做好人。这是佛祖有保庇，你对佛祖立誓话唔通来违记。那这款先生子，你唔免交代吼，我对今仔日起，唔敢对查某乌白来，要做一个注册商标标准的翁婿。有影你两个感情会圆满，实在我心生气啊！你老变慢。这安尼唔对先生子也是咧变把戏，这部实在稀奇。来，先生子，我120块互你的红包钱。那就安尼是。我120块互你红包钱，要你30块运来借我3天，拄啊好到152月29吼，我才行你，先煞来去阮厝的来去围炉过年。我无趁你半仙钱，免有30块通借你，规气卖车较规气。有影无？我安尼毋着互你细年。代志要问山顶拍山猪，也是海底伫咧掠鲨鱼，也是灶骹掠鸟鼠，厝顶地图是这谜问没有关系。用过还是个。安尼我知，安尼我知。
关，我当时会嫁好翁。好好，男道女正，你细汉古水得人疼，来右手我看卖咧。好。天坎竞进，顺利困地，八卦分五行。你六月天若喙焦，三不五时想要食鸡仔饼对无？对啦，搁来呢？还搁来着天中透天庭，暗时困，若无翻网大地哦网电对无？对啦，哎呦，哪会遐尼准？也你的八字真水，爱偷食袂枵鬼，一半摆啊会喘大气。也你的命底有带绿寿，绿寿？什么叫做绿寿？也会草甲也会油，也会食糜甲食饭。也你嘛捌看到饼店伫咧做红菇有无？有啦，你实在有厉害哦！什么你拢嘛知？我细汉的命是好也歹。也若细汉你的命毋是歹就是好，受你的老爸甲老母甲你抱。若是出事，你落土就无穿衫甲无穿裤。即马毋只有冰裤、合作金裤、石门水裤，现时的太妹毋穿裙即穿裤。你一下两下是手里抱，三下四下是涂骹乱趖。五下六下呢？五下六下就熬流鼻，七下八下就熬讨钱，搁刷落去是安怎？就恁老母煮饭爱洗米，对无？有啦，阮老母煮饭拢有洗米，我即个运气是好也歹。若即马看起来，你的运势双骹大相存，心头乱纷纷，讲话脚要受婚双喜婚，烟筒嘛出黑婚。你想要交一个大心君？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拄18岁。18岁，神有xuất害，你的命中有定在。你若要嫁翁，就爱自由恋爱，毋过恐惊你袂下台。阮翁是啥物人？恁翁就是查甫人。恁讲阮翁嘛是查甫人，我是咧问阮翁是住伫啥物所在？因厝住内山，伫咧烧火炭。因母恁大家伫咧卖豆干。哎哟，打毋着还毋着惨，拄仔去捡着一个火炭翁哦，伊规身躯毋着乌甲亲像印度人。也你着爱做火炭嫂，一个面规日都乌扫扫。先生姐啊，即款人阮无爱，拜托的啦，敢有啥物通排解？命底定代要哪有法度？无法度，但我毋着靠生自生就生自死，火炭翁你若毋嫁，你就逆天理。哎哟，先生姐啊，这款火炭翁阮无爱，想着嘛可伤悲，目屎念尾闭。阮甘愿来去做尼姑，三顿食老肉饭配红烧鱼，但是甘愿来跳大悲。千万你都毋通做这款代志。火炭翁你毋嫁，就爱叫人做细姨，也若无就爱互人包饲。叫人做细姨互包饲。这款甲人讲嫁翁婿嘛是袂公平。人讲嫁人嫁福气，一个透早袂豆啉，一个日时也袂满钱，安尼拢毋免食死米，大母细姨拢无相片。你讲安尼实在有理气。这阮翁伊毋知住伫倒位，伊是住伫田村也租厝，伊是生做圆仔饼。先生姐啊，你嘛先甲阮通知。毋食田庄，毋食都市，体型难得来讲起。安尼天地看茫茫，爱一个翁是要去倒位茫？我教你这步上妥当，也袂晓去中央市场发玲珑。先生姐啊，那我搁请问你，结婚生囝是会生男还生女？要是生我要做高保险。毋是啦，我是讲是会生查甫还是生查某？我算看卖咧，自丑寅卯，若要生囝就爱半暝后。神之5味，毋通互恁翁踮咧外口行到3更半暝。心有xuất害，
鸡鸭若饲大只，年岁都爱抬，安尼照看起来，毋是查甫就是查某。先生是啊，你阮囝是生做什么款？你的五官鼻啊笃笃，若生着查某囝会大头壳，要是壳前，要是壳后。前壳老爸，后壳娘咧，双边边壳厝面头尾，壳甲无一点仔通点火。咱若生查甫的呢？若是生查甫鼻啊笃笃，后摆一定真老拍干路。抑你吼，若缀着缘投翁，后摆若生查某会电头脏，抑若生查甫的会袂喜欢。你去华人弄，嘛找无一个缘投翁，通我生一个查甫囝袂喜欢，免遐晦气啦。阿秋的啊，要无你来嫁弟母的做细姨。哎哟，头家娘啊，你毋通安尼讲起啦！我若嫁恁弟母的，是对不起你，真有答应，我嘛感觉毋管事。哪有关系？嫁翁是应该的代志，起初较毋管事，过来就麻麻痹痹，安尼毋才会较归气。阿弥陀佛，迄先生都毋通，我有对佛祖入世，毋过交查某人，我若是带阿秋仔做细姨，也嘛对伊不起太太你，而且吼对佛祖嘛无话通讲起，一定都甲佛祖煞来拍官司。哼，弟母的啊？喂，哎哟，啊你不要贵家说你哦。但无关系，恁太太若有同意，佛祖一定袂甲你拍官司，会甲你斗保庇，互你大发财，留啊厝起规排。阿秋啊，我想是无歹，人人会称呼你厉害的弟母啊太太。好啦，阮家一包白啊试看卖，看下去嫁落火炭红，乌妈妈敢若印度人。啊你若罔嫁，我就罔娶。嘿嘿，小命又好又歹。月球唱片透全台，请恁拜托听看卖，祝恁大家美满大发财，大家大发财。演出的，演出的，我就演出的，听了就快跳回去，哪里当官免输的你，做人免客气。包君就破肚皮，哈哈哈。